我之所以揀建築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 city walk， 好中意睇唔同嘅建築同埋街景，都好中意影相嘅。即使喺疫情嘅時候冇得出去玩，我都會用 Google Maps 個 function 將個人仔擺上世界唔同嘅地方，去睇唔同嘅街景同埋建築。我覺得建築係一個令我認識世界嘅途徑。我之所以對舊區重建有興趣，係因為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舊區，佢哋各自有各自嘅特色，唔會一式一樣。與此同時，舊區都可能有自己嘅問題，例如建築太過老舊、設計唔夠環保，同埋老人家可能好難去 access 到某啲地方。咁我就希望可以透過舊區重建去到 redesign 翻呢個地方，令到佢可以保持原有嘅文化，同時可以 serve 到更加多嘅人。咁其實世界大部分嘅碳排放同埋廢物都係源自於建築嘅，綠色建築就成為咗世界嘅新趨勢。透過增加自然通風同埋採光，我哋就可以將能源消耗同埋碳排放降低。透過重用現有嘅物料，我哋就可以減少固體廢物嘅排放。咁而呢啲嘢呢，都可以減少每個家庭嘅開支，去達到 economic sustainability。綠色建築從來都唔係一個環保議題，而係我哋社會發展嘅新模式。